你不用插，你插要手到七八系咪？哦，还是上班你就了，你还有要洗了咩？手啊，係啊，等啊唔是都靠要同爸爸媽媽講合法冇？唔需要你講合法冇？絕對的，啊唔講基本嘅堂，示範你用嚟講啊。是包的冇啊，啊你當然係呢樣，唔讀台版呀西版啊？唔讀台版咯，你讀西啊？6歲喲，啊你弄上個按國台咯，啊唔那個做個乜個寫的上古啊？隨風寫的哦，啊那個乜個東西咯，我按講的上咯，哦沒有條條哦，乜人講的咯？阿咪哦，阿咪係你乜人咯？阿妹哦，吼媽媽哦，吼阿。